现老的土特鱼是贵三三，也毋过20冬来数量嘛减少真侪，国际上嘛无啥物成功繁殖记录。农委会水试所今年成功完成全球头一个海上人工受精的试验嘛孵出土特鱼仔，生出真侪细只的土特鱼。在渔民协助之下，研究人员要挑战活掠土特鱼。眼神钓虽然会当掠到，但存活率低。透过定制网，研究人员把握黄金时间，掠到鱼仔了后，赶紧取精取卵，准定着做人工受精。想袂到后来佫成功培养出鱼仔仔，成为全球的首例。沙特阿拉伯基本上他们是抓不到活鱼，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没办法往下一步去进行这样子。人工繁殖生出来，佫袂当伤大气。土特鱼仔囝5天就生喙齿，要顺利大汉，需要超大的空间，因为伊野性非常强。大咬小，咬得很厉害。我们后来把它抓上来看，其实有些鱼来讲，它肚子是吃饱的，但是吃饱它也会去咬它的同伴。协助活掠土特鱼的平湖渔民表示，这几年来冬天变短，鱼仔数量相对减少，期待成功繁殖。我们渔民也希望有鱼可以抓，当他们慢慢有成绩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土特鱼正式的名或者是康氏马家春，是非优性鱼类。2001年产量达到3200吨的高峰了后，这几年来仍存500吨。研究单位寻求人工繁殖，但人工育苗存活率只有0.17%。12万粒受精卵定会当收成206尾，挑战非常大。虽然培养45天体型上大会当达到15公分，但一岁多才有繁殖的能力。水试所表示，要等到第一代鱼仔生后一代，才代表技术成熟会当大量繁殖。记者林文国报台北报道。